嗱，我見到咧不同嘅時候咧，都有一啲嘅年青人喺內地啦、澳門啦，甚或咧係外地嘅不同嘅地方咧，嚟到香港咧行走咧，香港咧四大山野嘅路徑，咁啊俗稱咧就叫做四徑啦，有麥理浩徑、衛奕信徑、鳳凰徑同埋咧就係港島徑。咁呢四條路線都唔係容易行噶，需要一啲嘅專業訓練同埋技巧，你先至可以知道咧點樣去享受咧喺呢個大自然嘅裏邊四條山徑咧係嗰種嘅樂趣嘅。嗱，我哋有一個嘅生命奇蹟298呢個項目就係青少年全走四徑挑戰計劃。如果你有興趣或者家長咧係想你嘅細路仔咧都去試下嘅話咧，可以上去咧我哋個網頁嗰度咧，或者喺 Facebook 我哋啱啱咧開咗個賬號咧，就叫做生命奇蹟298，裏邊有資料你可以參考下。